2026年2月，香港住宅物業成交數據撮要：2026年2月，一手住宅物業銷售量1412宗，總金額港幣約165.95億。一手住宅樓盤總銷量估計前5位 Sierra C， 第二 B 期583伙，雅盈峰43伙，柏景峰42伙，啟德海灣1期40伙，柏衛森2期36伙。二手住宅物業買賣合約註冊量4102宗，總金額港幣約314.74億。二手住宅買賣合約註冊中，數估計頭5地區：將軍澳約274宗，津門約257宗，荃灣約250宗，沙田約234宗，元朗約186宗。詳細請瀏覽世紀21香港之樓市研究。